今次唔好走寶啦，36.8萬就可以買到咁樣嘅空中別墅，仲要係3房2廳2衛，有埋我哋嘅大綠地玻璃窗。雖然面積細細地，但係都夠晒豪氣啊！地理位置都超靚，係屬於中山嘅東區總部。咁落樓2部樓就有18號地鐵線，去到深圳、廣州都非常之方便。而且落到樓下就有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無論係去到太子、荃灣、深圳灣口岸或者福田口岸，呢啲都係可以直線到達。項目隔離就有我哋嘅2大公園，人才公園同埋濱河公園，5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中山最 hit 嘅 Coco City 同埋富逸城廣場啊！生活配套都係一應俱全嘅。呢個樣板間就係600尺嘅單位，咁賣緊嘅積數咧有400到600尺嘅。呢隻戶型咧做得非常之靚，入到門口就正對住呢一個4米半嘅中空大客廳，而且係買一層就送一層。大門口入嚟呢個就係我哋嘅客廳同埋餐廳嘅位置啦。呢邊仲有埋我哋嘅一個超大嘅全景落地玻璃窗。過到嚟我哋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嘅一個廚房啦，上下嘅廚頂櫃咧都係全部 set 好晒俾你。隔離呢度仲有埋我哋嘅一個生活陽台添，喺度晾晾衫同埋排油煙，係嘛？OK， 過到嚟咧，我哋呢度就係我哋嘅一個乾濕3分離嘅一個衛生間。OK， 我哋而家去睇下佢2樓做到點樣。嚟到我哋2樓主人房呢度放張1.8米嘅床，隔離呢邊仲帶埋乾濕3分離嘅一個衛生間。過到去呢邊咧，仲有我哋嘅第2間客房。睇下呢個空間感夠唔夠使先。OK 啦，對呢度有興趣嘅，想攞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，點我右下角嘅 WhatsApp鏈接，我帶你去實地睇樓啊！